都皮肤透着光泽，我觉得保养的特别好。世界名牌什么都有。那个吴兆峰老师说我是8国联军，是不是挺能吃的？哦，冬虫夏草，回来增了10几斤的肥。出来了，电视都出来了，里3层看着王永杰老师啊，就像跟洗店里一样，一排一排放着，我当时就震惊了。是放松啊，其实哦，把这个都看起来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戏剧大舞台，我是主持人钱云。今天走进我们大舞台的是一位著名越剧演员，在舞台上她是追求极致的演员，而在生活中她又是一位品味精致的女人，她就是著名王派花旦王志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精致女人的精致生活。掌声有请王志平。欢迎志平，大家好！哇，红衣女郎闪亮登场。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儿，昨天晚上呢，我还接到他一个电话，他就跟我说，今天他会穿什么衣服，麻烦告诉发型师，希望配一个什么样的发型。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啊，嘉宾事先还要跟我们商量好。是的，因为我觉得，每一次上镜，希望都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形象，把最美的一面留给大家。大家说这样漂亮吗？美不美啊？好，把更多的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主角王志平。我们知道在越剧舞台上呢是才子佳人相配啊，这个花旦还需要小生来配，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志平的2位好搭档丁小蛙和黄慧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掌声有请2位小生，欢迎。丁小蛙和黄慧呢，不仅是这个王志平舞台上的好搭档，而且听说你们私下里的交情也很不错，是吧？经常同进同出啊。是的。所以今天我也向你们2位求证一下，王志平她到底是不是一个精致女人？太精致了，太精致了哦。就是我们平时排练哈，她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说干嘛打扮得这么漂亮？但待会又排练，我们都不能穿的高跟鞋啊什么。她每天都打扮得头也梳得好好的，妆也化得美美的，然后提着一个包，造型凹得很好的，就噔就走进排练场来了。然后我一看，哎呀，那双鞋高的不得了，高跟鞋受得了吧？这恨天高的。然后我站在他旁边，我是仰视他的那种感觉。王志平，你排练嘛，人家都穿平跟鞋，你还要穿那个高跟，你不累呀？他真的到排练的时候，真的换下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我们不能穿高跟鞋排练嘛，他都备好的一双绣花鞋。平底的也都是他自己带来的，都是他很细致，真的是很细致、很精致的一个精致的不得了。对啊，我刚才问你啊，我看你就是每次做的时候都是像我们休息的时候稍微也就塌一塌，我感觉他就是没有时候看到他是不在那挺胸的那感觉，是吧？其实也是习惯了，倒不是故意要挺着的。我到这样做，我反而不习惯了。就是除了时刻保持体型的优美，这个典雅，还有什么精致的地方？那我觉得，志平姐呢，她真的是对生活，她很有品味的，特别喜欢品茶。她喜欢喝茶。对，到哪里演出，她都带着一个茶。我们3个人就是到了茶店里就出不来了。那我们2个给她吸引去了，没办法。那只好跟他学习一点，坐在那里跟老板聊啊，他就品茶在那里喝，每个茶都要。跟他在一起，时间都过得慢起来了。我觉得看一个女人是不是精致啊，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她的化妆包。是不是干净，是不是整洁，就看得出她的品味来。这个我要想说，她的化妆世界名牌什么都有。王志平今天有没有带化妆包？有带啊，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你偷偷的，对，拿了我拿了你的化妆包，为什么我要突击检查一下啊？可以吗？可以看吗？不可以也可以了。我看一下她的化妆包，这个不知道大家不知道镜头里拍得出这个质感吗？这个王志平的这个化妆包虽然是黑色的，但是是皮的啊，这个摸上去容易扎哥。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啊，哇，琳琅满目啊！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化妆包？因为你看有的女孩子打开来看啊。那个粉盒啊，因为经常是粉都露在外面的，然后呢，就是上面都是这个粉，这长此以往以后就非常脏。这个它好像还你看，有2个粉盒，还都包得好好的，是吧？你会经常擦吗？每天用的，每天都擦哦。这个这个光睫毛啊，睫毛膏就有2支。
因为我怕用完了没得用了，就备了一支，这我一直带在身上的，所以不让自己有出洋相的时候。精致女人太精致了啊！还有这个是什么？B 这个是因为我不管任何时候，不管去排练还是那个到室外玩啊什么的，包括在家里，我都会用各种SPF 不同的那个就是防晒的防晒的隔离霜等等，对，根据不同的场合，所以我一定带在身上的。而且大家看得到吗？这个黑色的里层啊，只要有一点脏，应该看得很清楚。你看这个它的化妆包里面是真的一尘不染，干净净的，是吧？对。说到这个化妆包，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做戏曲演员，因为平时要接触那个油彩，有时候一天要连演2场，我就是特别伤皮肤。但是志平每次看上去都皮肤透着光泽，我觉得保养得特别好。其实我的皮肤肤质不是很好的，因为从13岁就开始画那个戏曲浓妆，那时候也不知道怎样保养，所以用的东西连有的时候没卸妆油的时候，当时我记得连咸肥皂都卸过妆的，所以多年下来，长久以来就把皮肤有点损失到里层了，所以现在皮肤就变得非常的薄，所以从那个以后我就非常的注意，就选用化妆品。那个吴兆峰老师说我是8国联军，只要是什么好的我都要试一下。有的时候不一定贵就是好，它只要是适合你自己用的。那么一个就是在卸妆这一块，我是非常讲究的，一定要用卸妆油卸完了才能用洗面奶再把它清洗干净，然后再就说用冷水或者是温水在脸上泼打的这样子100下啊，让皮肤彻底放松以后，抹些那个化妆水。包括那个补水这一块，因为皮肤又特别的油，补水这一块你必须像每天应该是用一片那个就是那个面膜的，不管任何时候我也都常带在身边。你每天都带在身边的吗？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对不对？是这样。漂亮女人都是要靠维系。好，说了那个好的啊，今天姐妹们也要来爆爆你的料了。这个精致女人平时也会出洋相吗？太多了，洋相太多了，说不完。特别影响深的就是在那个新加坡我们演出，演出一下飞机他们来接我嘛，他就新加坡那个左右方向的，就是右方向的不一样。他一上来就司机那个位置就一开，想上去一看是司机的位置，这洋相，而且最洋相最大的就是。他找方向没有了，方向感特差哦。他不认路哦，他不认路。在新加坡，我们就住在对面哦，就很近的宾馆。对面我们商场逛好以后，那他回去就回不去了。说说他生活当中那个也有出洋相。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志平在日本去了8年，待了8年啊。然后他回来以后也很客气，请我们一帮子人去吃。哎，我请你们吃沙西米，吃嘛就吃了，我们就是很大大咧咧的就吃了哈。那个吃那个，哎吃呀吃呀吃呀。然后他一个人在那边拿一块很大的手绢，然后哎你们吃呀，拿吃呀，哎拿吃呀，吃咁么个，那干点了。咁么阿拉讲，咁么侬也吃呀？哎，可以呀，啊我吃了。哎呦，哎呦，怎么样嘞？没这么夸张吧？肯定有。他在舞台上就是一点都不马虎啊，就一点点台词哦，或者怎么样，有一点点不对，那很较劲的，要跟我吵架的有时候。但吵好以后，就是为了艺术哦，那我觉得我也原谅了他哦。本来是不原谅的。兄弟，你可以的哈，你为什么跟我们的美人吵呢？美人吵，我就要跟我们两个从来不吵的。你可能跟我不一样，我就要跟他吵。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你们属于是互补型的搭档，他们2个属于那种越吵越恩爱的那种搭档。对，那所以他特别爱你，可能爱的多一点吧。我也跟他吵。美女，你说看看，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要。他确实是说的太好了， 2个人都很呵护我。对，他好像那个王志平是不是挺能吃的？哦，太会吃了我们都佩服他的，真的他这么瘦哦，又爆料了，怎么会？对不对？他又有料爆了。我们有一次到昆山去演出，演个折子戏啊。他看到那昆山那个鸡，哎呀，太好吃了。然后那个虾上来啊，太好吃了。吃到后来晚上演出的时候，这个腰带绑不住了。他去成都去评奖的时候，他是甲鱼，整个菜场都给他吃。菜场真的冬虫夏草，我跟着也进补了，那是真的，也跟着增光。那你吃的怎么不胖呢？回来增了10几斤的肥，后来真的10几斤，衣服都秋色渐浓的衣服都穿不进去了，很讲究的减肥，努力减肥，真的很讲究吃啊。
他就很精致的吃鸽子。霸王别姬啊，什么这些，反正都该上的都上了，所以真的是。因为我们演员在台上唱作念答，连下午走台差不多7、8个小时。如果没有足够的体力，你台上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啊。那么听说他还很喜欢吃那个海鲜，对不对？是。哎，吃海鲜跟体力有什么关系吗？吃海鲜是从小因为长在舟山就吃惯了，所以我也一直家里的海鲜也是不断的，就是习惯吃了，差不多每天都要吃海鲜。那舟山的海鲜不是特别新鲜吗？你会经常过去尝一尝那边的海鲜？是的，哎。那么每一次去舟山那个吃海鲜的话，是和谁一起吃呢？一方面主要是经常回去看看爸爸妈妈、姐姐等，另外呢就是和我一些舟山粤剧团的以前小姐妹啊，去和他们会面、叙情。你现在还和当时的姐妹都有联系？是的，多少年了？有20几年了，20几年了。故乡的山不变，故乡的水依稀。虽然中间隔了10几年的时光，但踏上这一片熟悉的土地，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庞，一切仿佛都不曾改变。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山珍海味，只有一桌家乡的菜，几句知心的话。然而这一切对于王志平来说就已经够多了，因为用真情酿的酒最甜。看起来对于王志平来说呢，友情也是他精致人生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很重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很简单。除了台上演出，就是基本上就是2点一线。所以呢，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出去一块玩，一起去那个呢，我们觉得非常珍惜这样的一种情分。所以不管是黄慧、丁小娃，还是我对周围所有的朋友，我觉得我就是。大家难得在一起就是一种缘分，应该珍惜这样一种缘分。也是很羡慕你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好姐妹啊，也是福气，是吧？是的。好，那再次也掌声，谢谢我们的2位小生演员，谢谢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好的了解这个精致女人的精致生活呢，今天我们还请来了王志平的一对小女儿，香喷喷，对，来香喷喷，掌声欢迎香喷喷，欢迎你啊，太可爱了，妈妈宝宝关着你啊，哎呦，乖，看到妈妈那么亲切啊。妈妈宝宝啊！刚才我一说小女儿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什么时候王志平要喜得千金？原来是一对非常可爱的这个宠物狗啊！他们是迷你贵宾，是的。这个香香，这个喷喷，香喷喷啊！你自己会辨别吗？他们有什么啊？那当然，一个尾巴长一点点，一个尾巴短一点点。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起来，搞不清是哪个，摸一下尾巴。有的时候排练累了回家，真的看到他们永远充满着热情。我说，哎，狗狗真的是永远充满热情。主人回来的时候，那一瞬间啊，就感到自己真的是什么烦恼都放下了。对。因为我也养狗，我真的很有深切的体会，就是狗狗那个在家24小时，就为了你打开门迎接你的那个10分钟。狗狗反正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的，我觉得就是自己家庭中的一员。除了他们不会说话，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差点失去了他们？有，是什么故事呢？这个是有一次那个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光顾说话，那个把喷喷那个关在那个1楼的电梯，让我自个儿上去了啊，那个急得不行，哎呀，那个就恨不得可能会就此就跑掉了。对呀，所以那天我正好晚上要排盘夫索夫的，那天我真的就在想，如果说真的碰到如果真的他丢失的话，我真的有没有这份心还去排练？那后来怎么样？你下去找他？我赶紧找喷喷，急得要命。后来找到他了吗？对，下去赶紧电梯蹭下去，就还在大堂。在家里边有时候看到电视里面有你的那个戏的时候，他们会坐在那里会看吗？是的，因为我在家常练唱，他们已经听惯了我的声音了。有的时候我不在，哪怕电视上放我的节目的时候啊，他爸爸说，哎，这是妈妈，他就两个人非常认真的就站在那儿看，按着那个对那个电视柜就手趴在那儿就这看，非常有意思。好，谢谢2个可爱的小客人啊，来，我们掌声欢送一下。
我们知道王志平的老师呢，就是王派创始人、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老师。当年这个王志平还被观众亲切地叫为小王文娟，可见他是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啊。如今呢，这个小王文娟也有了自己的学生了。现在志平一共收了几个学生？正式收在我们下面的是有3个，陈兰芳，一个是徐柳飞，一个是陈群瑶。好像听说李旭丹也是。李旭丹他因为在我们一个院又在一个团，就说在我的身边的机会多一点，他也特别的好学。就是虽然没有拜过师，是的，但是其实就是你的学生。知道今天老师在这儿做访谈呢，几位学生也都赶来为你助阵了。我们掌声欢迎3位青年演员，都是美女啊，坐在那个老师身边。好。我想这位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也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王派传人李旭丹，就像画里走出来一样啊，很漂亮。那么王老师右边的这2位呢，也是今年才收的学生，是的，是吧？他们是杭州越剧院的。是的，一个叫徐柳飞，一个叫陈群瑶，这2个学生我觉得特别的幸运啊，因为在8月份呢，还专门为你们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拜师仪式，至今想起来是不是还很激动啊？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他们这波青年演员能够这么静下心来，这么对艺术的这份执着的精神，本身就非常的感动着我。虽然我现在也处于就说事业就说比较忙的阶段。所以，尽管这样，我想他们有求学的这样一个要求的话，我会不遗余力的，就说能够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一些个经验或者我的一些想法传授给他们。当天啊，那个是不是王文娟老师也到场了？对，是的。王文娟老师还作为那个举香人，是不是把这个香传到了你的手中，然后又由你传到了这个第3代的手中。是的，这是象征的那个薪火相传。一束鲜花，几支清香，这是一次朴素而又传统的拜师仪式。洗去繁华，女孩子们的眼中充满了虔诚。这种虔诚来自一份对师道尊严的尊重，一种对艺术文化的敬畏。从这一刻起，王志平又多了一种身份——老师，肩头又多了一份责任——传承。好，2个小演员都非常的激动啊，特别是陈群瑶，泪流满面啊。当时在想什么呢？那么感动。当时很紧张，也很激动，因为我怎么说呢，对王老师应该是很崇拜的，他就是说我的偶像，我居然能把自己的偶像为师，就当时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那天王志平老师也是特别的美丽，穿了一件那个旗袍，岔开的很高的旗袍，是我陪老师亲自去选的。哦，还是你陪老师去选的。对，然后那件旗袍就感觉好像就是为老师量身定做的，对，然后进去他一穿，什么都合身。哎，那天为什么特别选了一套旗袍？是觉得这种场合？我觉得在这种场合，穿身旗袍显得典雅大方，又非常的庄严。那么拜师仪式结束了之后，你们这个4个月来是怎么跟老师学习的呢？因为他在上海呀，你们在杭州啊。只要老师一有空，我们会事先跟他通电话，看他有没有时间，然后也凑我们的时间，因为老师排练比较忙嘛。那有时候他自己没有休息日的话，他在排练，我们跟他讲了，他会说那你们过来吧，他会在排练的间隙当中给我们排。我们来了以后，他还要在家里给我们煮饭吃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住到老师家里去了。你住到老师家里，怎么有点像人家古代的门客，就都住到家里面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你想，他们2个在杭州，虽然说是很近，但他们自己演出日程排得满满的。对，他们有的时候就哪怕只有1个小时，有的时候半个多小时，只要有空就这么过来了高铁。那么作为我来说，虽然也有这份责任，收了他们我就要对他们负责。那他们也非常的好学，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包括丹丹也是见缝插针的，就说非常的好学，所以他这2年进步提高非常之快。丹丹这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都跟在身边。哎，丹丹啊，说实话啊，就是看了那天他们2个人拜师仪式啊，成为正式的这个王志平
这个门下的徒弟啊，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羡慕啊？因为你还没有拜过师呢，是吧？对，我当天是很感动那个场面，让我，因为他们俩都流泪了嘛，几度哽咽，然后我觉得很幸福。对，你是羡慕他们的，还是嫉妒他们？都有，是不是也希望有一天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更幸福，因为我在老师身边嘛。就虽然没有这些形式，但是其实我已经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爱跟温暖，真的。我跟丹丹有讲，我说你只要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就说全力的，我也不会有任何保留的。希望他更快的成长。那确实是丹丹也不负众望，这几年来。各方面的那个提高啊，真的非常的显著。对，他也非常用心。这个三包括柳飞、群瑶，我发现自从我收了他们以后啊，他们自己也有压力了。那压力带以后呢，又是动力。这几个月吧，就说柳飞和群瑶在台上的演出。我每次去看，我个人感觉，你还去杭州去看他们的演出？他们来上海演出，对，所以包括我们一些同行去看，都说，包括他们单位的一些老师啊，看了以后都说，真的是看着他们在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好，那你们眼中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完美女人，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完美女人？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好演员。但是也是一个好女人，精致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对艺术要求也是非常的完美，对于家，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是非常完美的。你不都住到他家里去了吗？是的。通过你的观察，觉得他家里我描述一下，他那房间有画很高一个就是透明的那个像玻璃柜一样的，全都是香水，这么从上到下。一共有多少？你数？我已经数过来了，几百个。他说不是说单单喜欢这个香水，就是说他喜欢香水的各种造型的瓶子，是很漂亮，他全都这样放在那里，很精致。就不一定用，但是就看起来就很享受。对。然后最让我吃惊的是那个，他那天他说我让你看看，你是不是认为我真的像马大哈一样？我说他说我让你看一个东西，然后他把他们家那个柜子打开以后啊，我就傻掉了，我觉得。他的衣服很规整，一件一件挂那里，然后套好，然后这是谁的，这是谁的，然后包括小衣服、袜子什么的都一格一格很整齐，就像干洗店里一样，一排一排放着，我当时就震惊了。哎，这个王志明是你做的还是你们家阿姨做的？这完全全部都是我喜欢这样一个过程。你平时演戏已经教戏都那么累了，还有时间去摆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放松啊，其实。把这个都看成放松。对，我都会觉得非常的享受这样一个折叠的过程，每个东西细小的东西都归纳，然后让自己一眼看上去都那么的舒服，赏心悦目，那不是很好吗？真是一个精致女人。哎，王志明，其实今天看到他们三位，是不是也看到了20多年前的自己？我可能比他们更幸运一些，因为整个当时的那个戏曲的氛围，整个大环境。虽然我们很辛苦，也没有这么现在这样的物质的这样生活，但是我们好像永远是处于一种在非常就是这样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越剧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你虽然累一些，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充实，就是说过得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现在觉得他们这一代演员辛苦的是，他们不能经常的在舞台上实践。这个对一个演员来说是非常的残酷的。我希望他们能够不仅仅是多点机会，而且应该就说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是开始要挑大梁独当一面了。而且他们现在这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一点一点奠定自己的这样一个艺术的地位。那么这个你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这样艰辛和辛苦。好，那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我们3位演员能够好好的学戏，好好的做人，因为未来的越剧舞台一定是属于你们的，好吗？来，掌声送给他们。我
我想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一定不会忘记，是在1986年的时候，王志平呢凭借着《春香传》和《红楼梦》中的葬花，一举夺得了第2届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的桂冠。当时你多大？19岁。哦，只有19岁，20岁还不到。当时据说是得到了17万张的票数，是的，高居榜首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因为当时网络也没有，也不发达，然后呢，也不可能通过那个短信去投票，他是通过一个什么途径来投的呢？这个17万张，当时是通过那个每周电视广播这样一个报里边的一个小块一个栏目，然后大家把它剪下来，填上自己喜爱的演员，投好票，寄到邮局，再这样子最后，对，还一张一张的数啊。这个17万张，这个大概叠起来大概有这么整整一麻袋啊。浙江舟山地区粤剧团王志平上台领奖。王志平的得票分是175259张。观众们，我不说，大家已经猜到，王志平是1等奖获得者。王志平，这次呢，你是我们这届大奖赛的状元，应该说是个女状元。我相信你们剧团的领导还有你们的老师都一定很高兴，而且我相信你们家里的人一定现在在看电视，而且心情也非常激动。王志平，你的心情是不是也很激动啊？我根本想不到是各位的1等奖，我心里确实蛮激动啊。这次参加大奖赛，我学到了许多平常自个学不到的东西。我是个人不爱我亲切眼啊，那么就是讲，感谢这次为举办大奖赛的电视台这些天同志们，还有热情的广大电视观众们，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这个剧赛的领导们对我的培养，感谢我们剧老师对我的精心的辅导，这是在我心中，凝聚着大家的心血。今后我一定再接再厉，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不出赶来更进一步，为振兴粤剧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在那个时候应该是轰动全国的事情。因为当时呢，整个娱乐节目也不多，就大家也非常喜欢粤剧，就是焦点都在电视上了，对，都在当晚的一个节目上，所以真的就非常的幸运。那时真的就觉得第2天，走在街上大家都认识你了，就一夜之间成名了，对，就红了。比赛结束之后，你从舟山调到了上海，对不对？后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啊。但是听说这个其中你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是的。在这可以说说吗？因为当时得奖之前，其实老师就有这个意思，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王老师在比赛之前就已经知道舟山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对，是的。然后得奖以后，老师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就说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守在身边，对，守在身边，能够传承王派艺术。应该说。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关卡？当时因为整个大环境不像现在人才流动，它真的是就是你当时拿掉一个团的台柱子，当地的剧团可能它的生存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当时就是不愿意，因为当时也没有人才引进的这个心力，对不对？听说还殃及了父亲。是的，让父亲也背负了很大的压力。是的，这个过程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父亲他
是我应该说是我事业上的一个启蒙人。哦，对，所以他也非常尊重我的工作，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希望能够就说坚守在艺术这一块阵地上。那么我通过这样一个大赛成名以后呢，作为父亲，作为家里人来说，他当然希望能够来到那个更大的一个广阔的天地，能够让女儿更好的发展。因为正式去下了调令是不当地也不同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我父亲说你自己选择好了，说走就走，当连夜就这么跑出来了。哦，等于像逃出来一样。是的，真是太不容易了，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啊。好，那如果没有父亲的这个力排众议，他的坚持也不会有你的今天了，确实吧？是这样。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王爸爸还有王志平的姐姐，来，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好吗？欢迎。啊，这个，来，请坐，让爸爸坐在这边啊。爸爸看上去很年轻啊，爸爸今年几岁啊72吧。 72岁了啊，保养得很好啊，身材也特别好。听说爸爸前不久还动了一次大手术，是吗？王志平介绍一下。因为爸爸那个眼睛，是春节的时候做了一次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就睡了两三个月，一直要铺着睡的，一直要这样趴着睡。对，趴着睡的，非常的受罪。现在视力恢复了吗？恢复了，好一点。恢复了。一只眼睛还是不好，因为这个视网膜脱落这个病很厉害的。这个视网膜脱落是不是跟过度劳累有关系？他本身眼睛也不是太好，然后因为爸爸真的很心疼我，到了过年就给我准备很多的海鲜带给我，还带给我周围的朋友。所以有一次他过度劳累了，老拎着这个海鲜快递到上海来，这就老拎重的东西呢，他眼睛本身就不好，就突然视网膜脱落了。对，爸爸，刚才那个王志平也说到，当年他从这个舟山到上海，你们家是面临了一场巨大的风波。你本人是当时怎么顶住这个压力的？你兄百里解散以后，解散以后你在这个文化馆工作，那么也不知道怎么知道的，他那个于世峰老师专门派人带了信件，来到舟山来找我，又叫我去到上海越剧院，那个他是院长了啊。请你去请我去谈一下这个事情，我跟他见了面。因为你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王志平，又像父亲又像经纪人那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他的事务由您来负责。那后来呢，又是王文娟老师去的。哦，王文娟老师也上来。也去的，那个是去在刚过那个春节的时候，他去到舟山。那是王文娟老师到了舟山以后。哇，大明星到家里来了，那个一下子就是说，你们住的那个地方多那刚刚他是到那个一个这个百货公司的门口啊，一露面，等下一看是王文娟老师嘛，全部拥过来了，全部都出来了，店人都出来了，里3层看王文娟老师啊，交通都堵傻了，对，都叫王志平去，你去呢的话，王老师亲自来请他去上海。当时你爸爸你怎么想的？我是很支持。虽然有地方这个压力阻力，是不是？地方是那个时候，你地方呢是个市委书记了。那个时候他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人才流通了，不是像现在那样的可以这样方便的，是吧？方便。他是不能这样子随便动的。他这样这个两业关系、五口关系都把那卡住的。那个时候他上海呢，还是王文娟老师通过这个上海市公安局，还是通过什么地方？还通过中央文化部吧，跟那个打招呼以后呢，把这个搞了一个双重的户口。户口你哪里有？我去可以的。这儿也有。我就是说在这个上海再来立一个户口，你粮食不改也可以的。我上海也搞一个粮食。这样搞的，是这样把它迁过来。怎么那么惊心动魄的？这个是那个时候搞的是很厉害的。那么一边就对我呢施加压力。我这个书记呢是这样当面说的。我说周书记啊，比方说是你的女儿如果有点前途的话，她要去的话，那你会怎么样呢？他还做人家工作。或者他没话说了。做思想工作啊。哎呦，爸爸你好厉害！然后还要感谢一下爸爸，那确实是很幸运。来，谢谢我们的王爸爸，真的。好。这边坐的是王志平的姐姐，二姐，对啊，你还有一个姐，还有一个姐姐吗？你们家里3朵金花，他3个女儿，一个儿子啊。
他是老三。你是老三，还有一个儿子是吧？儿子女儿都在舟山吗？都在舟山的。都在舟山。那么姐姐现在做什么工作呢？海事局的。我在海事局的。海事局的。爸爸有那个要那个新闻发言人，他要帮你讲掉。他们两个从小性格一样吗？爸爸？性格，他喜欢你这个，因为从小在学校里面就是这个，练武功了啊。武功体质很好的。你说他姐姐还是妹妹？妹妹哦，王志平啊，王志平武功一下子你拿大鼎啊，什么东西马上就空下来就这样子。哦，武功功底很好的。那个时候到到这个部队里去演出啊，也不怕难为情的。所以他现在这个底子已经打下来，那个时候会被打下来。爸爸很为这个志平感到骄傲的。那么姐姐呢？姐姐是读书型的人是吧？读书读得好。那么姐姐现在也经常来上海嘛，来看看妹妹演出啊什么。会，他们也是很孝顺的，一有空呢就会往舟山赶去看父母那个兄弟姐妹啊。所以说他是亲情也是不能放下的。哦，那是他在上海会跑着，就是千方百计会跑着去看父母，找一切机会。他有没有把挣来的钱寄回家里啊？哦，那是有吗？这个是不计其数的，就是说他从来不计得失的，自己怎么小算盘自己不会打的。听说最近呢，这个本来是志平要和舟山大剧院要谈一个演出合作的项目，是不是？本来一直是爸爸在联系的。我爸爸妈妈，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越剧，那么所以他们经常希望我能够除了在上海一带演出，希望我能够经常回家乡。就说他一直灌输我，就说人要记恩感恩，所以他希望我能够经常回家去。演出带给父老乡亲，其实也是一种汇报吧。这一点我觉得爸爸很不容易，就是在你的艺术发展上，他希望你能够朝更好的地方去。是的，但是在这个为人上，他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乡在哪里。是的，他说我累一点没关系，因为他前期都是我老爸给我操作的，一些是买票啊，他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非常清楚。把一些以前教过我的老师同学，每个都一个不落的都请到位，每次演出都这样。然后他自己亲自去跑票务，拉有些买掉一些，多数每次都能够他说做到少亏一点，这本来就是一种对家乡的回报。所以他每次搞得很辛苦，我有的时候也说，哎呀，爸爸你搞得这么辛苦干嘛啊？我说我要演出，我在哪儿都不能演出嘛。现在那个电视又这么发达的那个信息量，那么他说不一样的，你来舟山演出，作为我们家里人来说，作为舟山人民都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也通过一段 VTR 呢来看一下这个王志平与舟山是如何商谈这个演出的情况。脱下戏装，王志平又风风火火地在另一个舞台上粉墨登场。在这里，她是精明强干的女强人，策划演出，洽谈合作，缜密的思考，严谨的对话。这一刻的王志平不再是台上娇柔的佳人，但这一角色依然精彩。那么王志平这件事情成功了没有呢？应该说是成功了，但是由于我们那个档期上和院之间的档期有冲突了，因为我们正好参加秋色渐浓的那个重庆中国戏剧节的调研，所以我这个日程全部让给我们院里这一块了。但是明年5月份已经定下来，就说把这个日程推到明年的5月份，延迟半年以后。对。那太好了。其实我觉得志平你这方面一直表现得挺主动的，你是一个主动型的演员，你从来不在家里等着角色来找你是不是？特别是这个获得梅花奖的这个蝴蝶梦，也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是的，是吧？民族他把心望藏，不外愿谁人忙的难个。写进要出穿他是金雕，他是金把米剪。
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也不是件坏事。其实通过这些各方面的历练吧，我觉得我自己也懂得了很多，我也非常珍惜现在自己现在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演员也应该是全方位的。现在可能会对各方面，对艺术各方面都会有益的。好，刚才听姐姐说话，我就觉得跟志平特别像，有这个感觉吗？是吗？自己觉得像吗？好像那个鼻音啊、共鸣啊，就都有点那个王派的感觉。我俩的声音挺像的，有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回家，我老爸总是要搞错，妈妈是老二还是老三啊？电话电话里听到不清楚啊。有时候我也听不出来，有时候我家里他们打电话来啊，不知是谁打电话来，你是谁啊？我要问他们是谁啊？对，连爸爸都会搞错呢，是吧？这我们做一个试验好不好？你们两个都背过身去，站在那个沙发后面，然后我们请其中一个讲一句话，让大家猜一猜，由这些误讲，好吧？请大家猜猜是志平呢，还是志平姐姐讲的？喂，爹爹，妈来对吧？喂，爹爹，妈来对吧？爹爹，侬猜猜看，第一个是老二还是老三？第一个是老二，好像是。第一个是老二，那么后面一个是老三吧？回答错误。你们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再试一遍好不好？再试一遍啊，再试一个啊，让你们猜。欢迎大哥收看戏剧大舞台。刚才这个是谁讲的？听得出来吧？姐姐。是姐姐啊，但是我听的怎么感觉特别像那个王志平啊，有很像啊，所以你们两个来可以转过来了。刚才那句话是谁说的？是你说的，真的是可以以假乱真了。到底是姐妹啊？我还要给姐姐出个题啊，这么多年看这个王志平的戏，他每部戏你都看吗？我基本上都会看，要不要听听志平姐姐？那不行的，不行，来，很献丑的啊。他一番心酸，我到叫我欲哭难看。我比你还紧张。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虽然是紧张有点颤音，但是和这个人物还真贴切了，对不对？好，其实我想，戏曲是寂寞的，是冷清的，但是家人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是不是？其实爸爸这么多年对你的关爱，姐姐这么多年对你的照顾啊，志平是不是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当面表示一下感谢？特别的话也没有，我只是想说，爸爸妈妈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像爸爸，视力又非常的不好，我想说，不管任何时候，我都愿意做你的拐杖，我尽可能的在我的演出的时候多带你和妈妈一起来看我的演出，多带你们到处走走玩玩，以报答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说得好，说得好。我真的是，真的一直觉得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非常荣幸，我非常幸运，我我拥有了亲情，还有爱情各方面，我觉得我是属于非常走运的一个人。我的父母，我周围的朋友，我的老师，我的家人都对我非常的好，所以我想借此机会，真的是我想跟他们说，我只有坚守在越剧舞台，只有这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份回报。对。好，谢谢。那在这里呢，也祝我们的王爸爸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也祝愿你们这个大家庭能够继续这样的相亲相爱，好不好？幸福快乐。谢谢，谢谢，谢谢。我听说啊，志平的粉丝啊，对你有2个爱称，一个叫蝴蝶，一个叫王教授。为什么会这样称呼志平呢？我们请他们自己出来说一说，好不好？来，掌声欢迎我们的2位戏迷朋友。好，你们好，来，请坐到你们的偶像的身边啊。志平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这2位，这是高飞小姐，这是陈欣欣。都多少年了？都有多少年了？
这个交情了？可能我比较久一点，我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吧，就11年前就认识这个王志平了。那看他戏呢，恐怕要早是吧？看他戏就是如果你说从童年时候的话，那童年时候就看了。对，因为受家里人的影响嘛。这样的话，可能我想大概有20多年了吧。20多年这样的话，对。哇，这是一开始神交，后面是对不对？成为真正的朋友了啊！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王志平呢？以前也不迷戏，也不怎么看戏，完了之后有一次突然看到那个戏剧《百年》里面，他有一个红娘的唱段啊。感觉啊，浑身上下都是这种喜庆的那个，看了之后心里面就是感觉很幸福、很开心的那个感觉。完了之后就开始关注这个演员，然后后来渐渐就是在网上了解他的一些知识。听说陈欣欣，你是一位音乐老师是吗？哎，是的。是教小学的还是中学？教中学。教中学的。那你本身是学什么出身的呢？大学里面是学的声乐美声。哦，大学里学的是美声，西洋的美声。唱几句好不好？来，这样子啊。在王老师面前会比较紧张哎。美丽的西班牙女郎，人们都爱慕着她。到处人们都在赞扬她活泼漂亮。好，真好听啊！王志平好像他唱的这个美丽女人就是你啊，是不是活泼又美丽？是的，确实他那个从不熟悉越剧到现在这样对越剧的痴迷，我觉得真的这个过程他应该是甜酸苦辣都有。一开始你是他的粉丝，那怎么会成为朋友的呢？志平？因为那个陈欣欣她在外地，她经常会就是说，因为要看上一出戏，就是不坐动车，自个儿驾车的话就要7个多小时。那么还要从哪里过来啊？从台州那边。从台州过来要开那个6个小时的车。对。那等于每一次看演出你都得来6个小时，回6个小时，就为了看你的演出要来回12个小时。对，所以披星戴月，真是精神可嘉，不辞辛苦啊，这样子。那怎么就引起了你的注意？是因为这个吗？老师给王老师送花。然后那个演出的时候是上台去送，然后过节那个3·8妇女节啊，然后情人节啊，那个国庆节什么节日，他都有一束花到王老师的家门口。所以王老师对他印象特别的深。是的。这个老公追你的时候，志平有送花，是这么勤快吗？没有。是不是这一点打动了你？觉得他很有心是吧？我觉得像欣欣这样的观众真的很多很多，只不过就是说今天也不能够一一介绍，真的是很多。我们越剧观众很痴迷，很执着，很单纯，又很可爱。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一般戏迷，就是说，怎么说？他们也为你做了很多，是吗？有的是帮你开通了那个个人的这个网站。是的。是哪一位？是高飞。是菲菲，是我帮他开的。那是开的几年？很早，2000年的时候就开的。那个时候就是个人网页，那时候个人网页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是王老师他们这一辈的那个越剧演员，他们都陆续都有开通了。那后来就是我们就有这想法之后，就和几个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帮他策划、帮他设计这样一个网页。现在还有吗？现在应该还在，但是因为现在有了微博之后啊，包括王老师他的微博人气很高嘛，那就是大家就有了机会可以直接跟他这样在网上这种等于说是那种零距离的这样一种沟通，所以就上网的人可能会少一点。对，这方面这个志平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个女人啊，现在很早就开了那个微博了。你们会在微博上跟她互动吗？有的。欣欣有吗？欣欣会的啊。那个我一般嘛会比较调侃一点啊。有一次，他在前几天在香港吧，拍了一个，然后是维多利亚港湾这个海景，然后人家都说很美啊，是人是确实很美，然后我就调侃，我说王老师啊，你是不是拉了布景在后面呀？
哎，现在还有一种微信啊，我觉得更方便，以后要跟那个王志平老师通话的话，直接按住说话，录一段音啊，志平老师，今天我要来看你看戏啊，我们是这样方便，我们是这样，是不是更加方便？喂，美女，护照美女，请问美女在吗？是更方便了，真的是很便捷。对，其实我觉得，粉丝也是你完美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吧？那么今天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呢？我觉得特别像菲菲这样啊，她自己平时工作非常的忙，所以呢，我们就是自从她认识我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们就不仅仅是，我觉得这个距离已经是。从那个最初的戏迷到现在就成为真正的朋友。那么在我的事业上，我觉得菲菲也做了很多的幕后工作。因为她是比较有才气的，所以我们经常会。一起约着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而且谈一些设想。然后就是说，我想说的是，菲菲这几年还帮我写了很多的那个，有一个剧本已经完成了。就不断的我们在交流。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就成为了一种非常，要好的，超出了一般偶像跟这个粉丝的这个，对，就说。特别是工作上的一些沟通啊，就是有些思路啊，或者是我希望有一个怎样的题材，会跟他拿去商量。那么他会写一个提纲给我看，那么我们会为了一个就说故事的架构，可能会出去玩几天，再边玩边谈那个剧本。又是闺蜜又是军师，智囊团。对，所以他为我付出也很多，但是我觉得有朝一日，菲菲的才能也会得到展示的。对。当然我知道菲菲在这个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就是因为喜欢那个王志平啊，他还找到了一位如意郎君，是不是有这个故事吗？菲菲自己说一下。有啊，那个时候就是最早那个就是我刚刚认识王老师的时候，然后我们几个戏迷就为王老师。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志平艺术沙龙的这样一个团体，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召集了一些年轻的朋友，就喜欢越剧，然后又喜欢王老师的艺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现在先生就是那时候来加入我们之后，然后他就开始追我。其实过去啊，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这个王志平在舞台上的呈现，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和这个志平走的距离这么的近，我们也了解到了他在舞台下充满情趣、热爱生活、精致的一面啊，所以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这个完美女人能够在艺术上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呢，也能够继续做一个完美精致的美丽女人，好不好？祝愿她。那最后想不想让这个王老师跟他的粉丝为大家唱一段，好不好？你听我从头讲，我是千年生在人道边浪，只因母亲在外前事情真真，有连我到去谁夫多凄凉，因此我变作美大女，郎君地上飞机鸳鸯。好，谢谢王志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朋友们都说王志平是一个精致的女人，端庄中带着一点小资，她生活在自我陶醉中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生活的勤奋带来了有质量的每一天，舞台的勤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留在观众心中的人物。人们在欣赏她的时候，其实她是有一点点累的，但是我们又觉得她乐在其中。